我今天講的題目是穿越痛苦之牆。我哋今日講嘅題目係穿越痛苦之牆。我曾經昨天呢，這個發一個 message 給這個邱師母，我希望大家預先閱讀一下《路加我琴福音》第8章4到15節我啊。琴日已經發咗個資訊俾大家，咁希望大家先睇路加福音8章4到15節。哎，為什麼我用這個要大家預先來讀呢？我點解就因為我要大家預今天先讀呢？就是也要參照啊耶穌所講的這個比喻啊。我哋要參照基督耶穌所講呢一個嘅比喻。好，下面我們開始。我哋而家嚟開始。我想我們啊絕大多數的基督徒啊，只要他明白我們不是得救，就是完成任務。我相信絕大基督徒都會明白，我哋唔係得救就完成任務。我們除了得救，我們還要得勝，我還要得哋除咗得榮耀救，又要得勝，又要得榮耀。所以呢，因此大多數的基督徒都會盼望自己生命的不斷被神改變。所以基督徒，我哋多數都會盼望我哋嘅生命會不斷嘅被改變。可是怎麼樣才能夠實現生命被改變呢？但係點樣先能夠實現生命被改變呢？2007年呢，美國麥種傳道會他們出版了一本書。美國喺2007年麥種出版社咧出版咗一本書，書的名字叫做《培養高 EQ 的靈命》。書名咧叫做《培養高 EQ 嘅靈命》。他的這個書的副標題是這樣一句話，佢嘅有個副標題係咁樣嘅：在你的靈命中引爆一場革命。在你的靈命中引爆一場靈命革命。這個作者呢，就是叫做 Peter Scazzero。作者係 Peter Scazzero。這個書很暢銷個書好暢銷。所以我相信呢，閱讀這本書對我們是會很有幫助。我相信如果大家讀到呢本書，係會對我哋好有幫助。特別是這本書當中的第6章，特別咧係喺書裏邊嘅第6章，穿牆之旅。穿牆之旅，就是牆壁的牆，穿過牆壁的那樣一個旅行，穿牆之旅。穿牆之旅，穿過牆壁嘅一段。這個作者他所要表達的，也是這個我們的先輩奧古斯丁和約翰衛斯理，他們都曾經表達過的這麼一個主題。佢都係我哋嘅先前嘅奧古斯丁其他嘅前輩所表達過嘅主題。這個主題就是在我們基督徒的信仰歷程當中，就係我哋信徒基督徒嘅信仰歷程當中，會遇到一堵又一堵的牆。我哋會遇到一埲一埲嘅牆，它會阻擋我們信仰的腳步，會阻擋我哋信仰嘅腳步，讓我們陷入困境，讓我哋陷入困境，產生迷惘和痛苦，產生滅亡同埋迷惘同埋痛苦。如果不能夠突破這一堵牆的人呢，他們就退出了。如果唔能夠越過呢埲牆嘅咧，佢哋咧就會退出啦。但是神的心意是要讓這些牆去改變他的兒女的信仰的歷程。但係神嘅心意就係讓呢啲牆能夠係改變佢神嘅兒女嘅心意，迫使他們從向外面轉入自己的內心。
迫使佢哋從外邊能夠轉向內心。一旦基督徒經歷了內在的改變，一旦基督徒能夠經歷內在嘅改變嘅時候，他就度過了信仰的危機，佢就度過咗信仰嘅危機，突破了那一堵牆之後，就突破咗呢埲牆嘅之後，我們就開始了生命的向外之旅。我哋就開始我哋嘅生命向外之旅。我們的生命就被神的愛改變了。我哋嘅生命就會俾神嘅愛改變。現在呢，我們就讓我們對照着主耶穌那個撒種的比喻來學習這一個穿牆之旅。嗱，而家我哋咧就照住聖經耶穌嘅比喻嚟到學習呢個穿牆之旅。為什麼我要用這個撒種的比喻來做一個對照呢？點解我會用呢個撒種嘅比喻嚟做一個對照呢？因為大家都比較熟悉，因為大家都熟啦，而且主耶穌他親自的把這個比喻解開了，而且耶穌係親自將呢個比喻咧係解釋，所以就不需要再來做解經，就唔需要再嚟做解經，只要兩相對照就好。只要我哋能夠做一個對照就 OK 啦。好了，下面開始第一部分。第一部分，神帶領我們走向牆。神帶領我哋走向牆。這個作者呢，他把人的信仰旅程呢，他劃分為6個階段。呢個作者咧，將人嘅信仰旅程咧，係劃分成6個階段。第一個階段就是信主得生命。第一個，信主得生命，建立關係，成為兒女。建立關係，成為兒女。第二個階段，第二個階段是學習真理，操練自己，生根建造。學習真理，建立自己，生根建造。第三個階段是投入侍奉，投入侍奉。第四個階段是信仰危機，信仰危機。第五個階段是衝破危機，內心改變。危機，內心改變。第6個階段繼續向前，被神完美的創造。第6就係繼續向前，被神完美嘅改造。很顯然，第4個階段，也就是信仰危機就是我們信仰旅程的一個分水嶺。好明顯，第4個階段就係信仰危機，就係我哋信仰嘅分水嶺。或者說是一個轉折點，或者係一個轉折點。那麼這個分水嶺是什麼呢？它就是一堵牆，就係一埲牆。它擋住我們繼續向前的道路。佢擋住我哋繼續向前嘅道路。不少的基督徒就被擋在那個牆裏邊了。唔少基督徒咧就被呢埲牆咧就擋住咗，唔行得。他們停止了向前的腳步。佢哋停止向前嘅腳步。他們抗拒神透過苦難對自己的改變。佢抗拒神透過苦難對自己嘅改變。放棄了信仰。放棄咗信仰。離開了教會。離開咗教會。有的人雖然還是留在這個教會裏面，沒有離開。有啲人雖然佢係繼續喺呢個教會裏邊冇離開，但是他內心裏充滿了困惑、受傷、憤怒和疑問。但係佢嘅內心係充滿咗係憤怒唔開心嘅。他們疑問什麼呢？就是神在哪裏？佢哋有好大嘅疑問，佢哋到底去問神到底係邊？神為什麼不管我？神點解唔理我？把我遺棄了呢？將我遺棄咗呢？如果用上學來打個比方，如果用返學嚟打個比喻，
有的人到3年级就退學了，有啲人讀到3年班就退學啦。有的人雖然沒有退學，有啲人咧雖然係冇退學，還在學校裏，仲喺學校裏邊，但是呢，他就留在3年級但係佢仍然係重複讀3年班，啊，不再升級了。冇再升班啦。這是何等的可惜呀！呢個係何等嘅可惜啊！那麼什麼是擋住我們的那一堵牆呢？咁乜嘢係擋住我哋嗰埲牆呢？他可能每個人不一樣，可能每個人都唔同。有的人可能就是因為離婚，有啲人可能係呢埲牆係因為離婚，因為叛變，或者係叛變，因為失業，因為失業，因為傷殘，因為傷殘，或者親人的死亡，或者係親人嘅離去，親人的死亡親人嘅死亡，啊，或者是得了絕症，或者得咗絕症，幻想破滅啦，幻想破滅，或者子女走上了歧途，或者係子女就入咗歧途，或者是教會出現了危機，或者係教會出現咗危機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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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這些就是撒種的比喻當中所說的荊棘。呢啲就係撒種比喻裏邊所講嘅荊棘啊，就是世界上的思慮、金錢的迷惑。世界上嘅思慮、金錢嘅迷惑。他把我們擠住了，佢將我哋逼住、逼死咗啦。啊，要衝破這些荊棘，要衝破呢啲嘅荊棘。有些事情呢，是要靠忍耐去解決。有啲時候係要靠忍耐嚟到係解決嘅。我們知道人呢，小的時候得麻疹啊，我哋知道咧，我哋細嘅時候得到麻疹。這個麻疹它是一次過，麻疹係一次過嘅。只要得過終身免疫。如果得過出咗麻疹之後咧，係會係終身免疫嘅。可是這堵牆啊，它不會只有一次擋在我們的前面。但係呢啲牆唔止一次會擋喺我哋面前嘅，啊，而是過了這堵牆，還有另外一堵牆。過咗呢埲牆，冇嘅理由另外一埲牆。叫我們更想不通的是什麼呢？令到我哋成日都諗唔通嘅係咩呢？帶領我們走向這堵牆的是誰呢？諗唔通就係邊個帶領我哋走向呢埲牆嘅係邊個呢？正是神啊！正係神啊！為什麼這麼說呢？點解咁樣講呢？因為在我們的信仰裏邊，喺我哋嘅信仰裏邊，世界上的事只有我們想不到的，係好多係令我哋諗唔通嘅、諗唔到嘅，或者是想不明白的，或者係諗唔明白嘅。但是絕對沒有碰巧的，但係絕對唔會話係咁啱啱碰巧嘅。啊！因為神在主宰一切，因為神主宰一切啊，沒有神的允許，不會臨到我們身上的。如果冇神嘅允許嘅時候咧，唔會臨到我哋身上邊嘅。那麼接下來一個問題就是：神啊，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？咁接住嚟咧就係問啦，點解神啊你要咁樣做呢？好，那我們講第二部分。我哋嚟講第二部分。神為什麼要我們去面對這些牆？就係神為什麼要我哋面對呢一埲牆呢？神不是愛我們嗎？神唔係愛我哋咩？他為什麼要讓苦難臨到我們呢？佢點解要俾苦難臨到我哋呢？啊，那我們看看聖經是怎麼在回答。我哋睇睇聖經係點樣回答。約翰福音16章33節這麼說：
約翰福音16章33節咁樣講：在世上你們有苦難。在世上你們有苦難。這就表明神是知道的。呢個表示神係知道嘅。使徒行傳第9章16節說：使徒行傳9章16節講：我也要指示他，為我的名必須忍受許多苦難。我要為我嘅名指示佢，佢必須為我忍受苦難。這節聖經說明什麼呢？它就說明苦難臨到我們，神是允許的。呢個說明係話苦難臨到我哋，神係允許嘅。以賽亞書48章第10節說：以賽亞書48章第10節第10節他說：我熬煉你，卻不像熬煉銀子；你在苦難的爐中，我揀選你。我熬煉你，唔似熬煉銀子，我喺苦難當中揀選你。這正是神給你的熬煉。呢個係神俾我哋嘅熬煉。耶利米書15章11節。耶利米書15章。耶和華說：我必要堅固你，使你得好處。耶和華說：我必要堅固你，使你得好處。以賽亞書63章第9節說：以賽亞書63章第9節話：他們在一切苦難中，他也同受苦難，並且他在一切苦難中，他拯救他們，並且叫呢個使者拯救他們。上面這些經文就看到神在苦難臨到我們的時候，他的心意是什麼樣的。呢啲經文就令我哋睇到神喺苦難嚟到嘅時候，神嘅對我哋嘅心意係點樣。我把它簡單地重複一下。我將佢簡單重複一下。苦難臨到我們第一，神是知道的。苦難臨到我哋，第一，神係知道嘅。第二，神是允許的。第二，神係容許嘅。第三，這是神他給我們的熬煉。第三，係神俾我哋嘅熬煉。第四呢，他是要拯救我們。第四，佢係要拯救我哋。這就是神對於苦難臨到人，他的心意是這樣的。呢個對於苦難臨到人，神嘅心意係咁樣嘅。那麼神造人的目的是什麼呢？咁神造人嘅目的係咩呢？就是為了榮耀他，係為咗要榮耀佢，為了見證他的美德，係要見證佢嘅美德。這是以賽亞書裏面講到的，就是神造人的目的。即係個係以賽亞書裏邊講到係神照住佢嘅目的。可是一個罪人能夠去榮耀神嗎？能夠去見證他的美德嗎？但係如果一個罪人佢能夠見證神嗎？見證神嘅美德嗎？這當然絕對不可能。呢個係唔得嘅。他們是相反，佢哋相反嘅係，他們是虧缺了神的榮耀。佢哋係虧缺咗神嘅榮耀。因此人必須要經過神完美的創造，改變成為對神對人的愛。呢個人一定要經過神完美嘅創造，所以我們人就必須降服下來，順從神的旨意。人必須降服落嚟，順從神嘅旨意。但是呢，我們人有7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有7個致命的靈性的缺陷。但係我哋人明顯有7個嘅缺陷。這7個致命的靈性缺陷，它
抗拒神的旨意。有呢7個致命嘅缺陷呢，第一就係抗拒神嘅旨意。那麼人的致命的7個靈性的缺陷是什麼呢？致命嘅靈性缺陷係乜嘢呢？第一就是對自己驕傲自滿，對自己驕傲自滿，第一個。對別人呢指責不斷，對別人指責不斷。第二個靈命的缺陷就是只求知識不行道。第二就係只求知識不行道。靈裏邊貧窮不成長，靈裏邊貧窮唔成長。第三個致命的缺陷就是享受神的福分，自得其樂。第三就係享受神嘅福分，自得其樂。第四個缺陷就是常有憤怒，缺乏溫柔。第四個就係常有憤怒，缺乏溫柔。第五個缺陷就是只挑合胃口的，抗拒十字架。第五就係抗拒十字架。第六個缺陷就是與人攀比，見不得別人長進。第六就係與人攀比，唔長進。第七個缺陷就是追求快樂的感受，逃避侍奉的艱苦。第七咧就係追求快樂，而係逃避侍奉嘅艱苦。很明顯，除非神把這些靈性的缺陷從我們身上完全拿走，好明顯呢，要神將呢啲嘅靈性嘅缺陷完全攞走。連根的挖除，如果連根嘅拔出，清理乾淨，清理乾淨，否則人是不可能降服下來的。如果唔係咁咧，人係冇辦法可以，不可能順從神的旨意的，唔可能順服神嘅旨意。正所謂我們一般民間有一句話是這麼說嗎？江山易改，秉性難移。我哋俗話有句咁講話，江山易改，秉性難移。儘管我們不是故意的，即使我哋唔係故意嘅，但是我們常常在不自覺當中又故態復萌。常常咧喺我哋唔自覺當中咧就故態復萌。不好的個性、不好的習慣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冒出來。我哋一啲唔好嘅個性習慣就一而再、再而三嘅冒出嚟。就像北方的老百姓說的按下了葫蘆起了瓢。北方老百姓講嘅，按了葫蘆起了瓢。按了葫蘆起了瓢，那個水瓢的瓢。那麼所以神就有必要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們帶到牆的面前。所以神有必要將我哋一次再一次帶到呢個牆嘅面前，逼迫我們，逼迫我哋。你不改變，你就過不去。如果你唔改變，你就過唔到。你什麼時候完全改變了？你咩時候完全改變呢？這個牆就消失了，你嘅呢個牆就會消失啦。這就是為什麼神要我們要帶領我們去面對牆，就是為了這個道理。所以點解神要帶到我哋去牆嘅面前，就係要我哋面對呢個問題，就係呢個道理。第三部分，神幫助我們穿越。神幫助我哋穿越。哥林多前書第10章13節說，哥林多前書10章13節你們所遇見的試探，無非是人所能忍受的。神是信實的，必不叫你們
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，在試探的時候，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，叫你們忍受得住。哥林多前書10章13節，裏邊提到，我哋係神會俾一條出路，我哋喺試探裏邊係忍受得住。彼得前書第5章第10節說，彼得前書第5章10，那賜諸般恩典的神，曾在基督裏召你們，得享他永遠的榮耀。等你們斬受苦難之後，必定要親自成全你們，堅固你們，賜力量給你們。呢度講到話，當我哋經歷咗苦難之後，就會俾賜我哋有俾我哋有平安有力量，堅固我哋。以賽亞書63章第9節說，以賽亞書63章第9節，他們在一切的苦難中，他就是神也同受苦難，並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們，他以慈愛和憐憫救贖他們。就係神亦都係同我哋一齊經歷呢個嘅苦難嘅。那麼這些經文的重點是什麼呢？呢啲經文嘅重點係咩呢？就有3點。有3點。第一，神會讓我們忍受得住。神會俾我哋忍受得住呢啲苦難。第二，神會給我們開一條出路。第二係會開一條出路。第三，神會搭救我們。第三，神係會搭救我哋。神既然他應許了，當然就絕對不會落空。神既然應許咗，就係絕對唔會落空嘅。所以最終推動我們穿牆而過的，也正是神。最終推我哋穿牆而過嘅，亦都係神。那麼你就問啦，那神是在怎樣，他又在什麼時候幫助我們穿過去的呢？咁神又係點樣？佢係咩時候俾我哋穿過呢個牆嘅呢？很抱歉，這是神的奧秘，我們不知道。好，對唔住，呢個係神嘅奧秘奧秘，我哋係唔知道嘅。主權在他的手裏，主權喺佢嘅手裏邊。他說過，他要恩待誰就恩待誰，他要做什麼就做什麼。佢講過，佢要恩待誰就恩待誰，佢要做咩就佢做乜嘢。那怎麼辦呢？咁點辦呢？只要做出了選擇，不逃避，不停步，信靠他，順服他，對他忠心，所以人只要作出呢個，就開始了。所以人要踏出呢一步，神就會插手幫助改變。所以呢，那不是靠我們的能力，而是靠神的工作。唔係靠我哋自己嘅能力，而係靠神嘅工作。那有的弟兄姐妹就問啦，那怎麼知道我現在已經在改變，在前進，甚至我已經穿過這個牆了呢？咁有啲弟兄姊妹就話：我點知道我一路改變嘅時候，我到底穿過呢個牆未呢？我下面提出幾點呢，可以幫助我們來思考。我提出幾點可以幫助我哋思考。比如說以前呢，要是我們常常論斷別人，而且還自認為我是在捍衛真理。或者以前我哋成日都係論斷別人，以為自己喺度捍衛真理。可是，在苦難之牆這個面前，這種人呢就會碰得滿頭包。咁但係呢種人呢，喺呢個牆呢個苦難之前呢，佢哋會撞崩頭嘅。他心裏邊在流血啊！佢心裏邊喺度流血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4章4到6節裏邊這麼說。保羅喺哥林多前書第4章4到6節咁講：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，
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，但判斷我的乃是主。雖然覺得自己冇錯，但係判斷我嘅係神。如果我們知道這樣一個教訓，順服下來，如果我哋知道呢個教訓，順服落嚟，我們接受神的破碎，我哋接受神嘅破碎，很奇妙，好奇妙。有一天呢，我們就會突然得到了釋放。我哋有一日終於會得到釋放。我們不想再去論斷別人了，唔會想話再去論斷別人啦，也不再那麼容易生氣了，亦都唔會咁容易生嬲啦，發嬲啦，也不需要會像過去那樣，哎呀，這個地方那個地方好像受到了別人的羞辱啊，什麼什麼的，亦都唔會好似以前咁樣成日覺得成日受到羞辱。恭喜你，恭喜你啊！那正是你已經被改變了，證明你已經被改變咗啦。如果你有這種感覺，如果你有呢個別人感覺，也不覺得哎呀，那個人對我對不起，那個人羞辱了我啊，生這個氣，生那個氣，你不再這樣了。如果你唔再咁樣，翻牆而過的神給你的記號。如果你有日覺得你唔再係會去論斷人啦，你就即係你已經翻牆咗啦。第二個可以幫助我們來思考自己是不是穿過去了。第二個幫助我哋思考睇我哋係咪翻過咗翻牆咗啦。我們常常總覺得我們對神是很了解的。我哋成日都覺得我哋係好了解神嘅，特別是信主比較久的基督徒更是這樣。特別係信主耐嘅基督徒會覺得自己對神了解。我們真的對神很了解嗎？我哋真係對神好了解嗎？並不是這樣，並唔係咁樣。正像哥林多前書第8章第2節所說的。哥林多前書第8章第2節所說的。第2節咁樣講。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什麼，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什麼，按他所當知道的，他仍然是不知道。按他所知道的，他仍然是不知道。對知識尚且如此，對知識尚且如此，更何況是對神呢？何況係對神呢？人不可能參透神的，人唔可能係參透神嘅。所以絕大部分時間裏邊，我們並不明白神在做什麼。所以絕大部分嘅時間，我哋係唔明白神喺度做乜嘢。我們只是照着自己的想法去猜，神可能是在做這個，神可能是在那樣做。我哋好多時係照住自己嘅想法，係猜神係可能做咁樣，可能咁樣做。正是因為我們有這種自以為是的想法，正因為我哋有呢種自以為是嘅想法，所以在人看來是祝福，是成功。所以喺人睇嚟係祝福，係成功。後來呢，卻成了禍事。後來卻成為咗禍事。相反的，在人看來是苦難，是災禍。相反喺人睇嚟係災難，係苦難嘅時候，結果呢，反倒成了祝福。結果反而成為咗祝福。正像我們中國的一句老話所說的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啊。好似我哋中國一句古話講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怎麼知道丟了一匹馬是禍而不是福呢？點樣嚟到知道失咗一匹馬唔係福呢？我們怎麼知道那不是災禍呢？我哋點樣知道唔係災禍呢？如果我們真的對神順服下來，如果我哋對神順服落嚟，依靠佢，真的把一切的重擔都卸給神，將一切嘅重擔都係卸俾神，
我們相信判斷的主權在神。我哋相信判斷係神嘅主權。很奇妙，好奇妙啊！你的憤憤不平的心，這個心態就消失了。我哋憤憤不平嘅心態就會慢慢消失啦。你的心靈就得到了安慰，你嘅心靈就得到安慰，得到了安息，得到安息。那就表明你已經穿牆而過了。咁就係表示你已經係穿牆而過啦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只有人在基督裏才有平安。因為點解呢？因為人喺基督裏邊先至會有平安。第三個可以來幫助我們思考，到底自己是不是過了牆。第三個，我哋思考，我哋係唔係已經超越咗呢埲牆呢？在我們的心裏邊呢，常常有一種疑問。喺我哋心裏邊成日會有一種嘅疑問：為什麼神這麼久都沒有成全我的禱告呢？為咗點解神咁耐都冇成全我嘅禱告呢？我天天都在祈禱這件事啊！我日日都喺度為咗呢件事嚟祈禱，很久啦，好耐啦，很多年啦，好多年啦。為什麼神不成全我呢？點解神唔成全我呢？心裏邊不耐煩啦，心裏邊感覺到唔耐煩啦，甚至於灰心啦，甚至係灰心。這個書的作者他回顧他過去30年來的經歷。呢本書嘅作者佢回顧佢30年嚟嘅經歷，他認識到他最大的罪和論斷的錯誤。佢意識到佢最大嘅罪或者係佢論斷嘅錯誤，都是因為他不等候神所造成的。都係因為佢冇等候神而造成嘅。他就是要覺得每一件事情都必須有個結果。佢覺得每件事都必須要有個結果。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去促使這件事情辦成。一定要想辦法嚟促使呢件事嘅成全。如果事情沒有成就，如果事情冇成就，那不能等啊，就唔能夠等。那我就要努力啊，咁努力啊，用自己的一切辦法去讓它成就啊，就用自己嘅方法嚟到係使一切嚟到係成就。有廣東話就說要自己去搞定。廣東話就話要自己去搞掂。概括一句話就是一切要自己做主，一切要自己作主。結果呢，就是失去了等候神的能力。結果就係失去咗等候神嘅能力。人要想獲得等候神的能力，人要得到呢個等候神嘅能力，就必須把這些內心深處的所謂的原則要把它破碎掉。所以要將自己人裏面嘅所謂嘅原則要破碎，不讓他們作怪，唔俾佢哋嚟到係有作怪嘅機會。那麼什麼是等候呢？咁乜嘢係等候呢？不是說等候神嗎？什麼是等候呢？咁乜嘢係等候呢？那就是主耶穌在這個撒種的比喻裏邊所說的，就係主耶穌喺呢個撒種比喻裏邊所講嘅，把道持守在心裏，把道嚟到係放喺心裏邊，忍耐等候神的作為，忍耐等候神嘅作為，結出豐滿的果實來，就結出豐滿嘅果子嚟。凡是等候神的，神就幫助他穿牆而過。凡係等候神嘅，神就會幫助佢穿牆而過。聖經當中的例子很多，聖經裏面嘅例子都好多嘅。亞伯拉罕前後等候神25年，
亞伯拉罕等候咗神25年，終於得到了神所賜給他的兒子。終於等到神賜俾佢嘅兒子。摩西等候神40年，摩西等候神40年，他被神改變成為一個最謙和的人，佢俾神改變成為佢一個係最謙和嘅人，承擔起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偉大使命。承擔起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嘅重大使命。其他還有大衛啦、哈拿這些，我們就不一一去講了。好多啦，好似大衛啊、哈拿啊呢啲，我哋就唔一一去講啦。就是我們的主耶穌，就係我哋嘅主耶穌啊，他也是在學習等候神的時間，佢亦都喺度學習等候神嘅時間，所以他幾次都說時間還沒有到，所以佢幾次都講到話時間係仲未到啊。最後他說時間到了，最後佢講話時間到啦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們是不是也在等候什麼呢？你哋係咪都喺度等候呢？等候啲乜嘢呢？如果你安靜下來，如果你安靜落嚟，願意無條件地等候神的時間，願意無條件等候神嘅時間，相信神必有所作為，相信神一定必有作為，心裏邊不再煩躁，心裏邊唔煩躁，不再埋怨，唔再埋怨，不再灰心，唔再灰心，那就恭喜你，你是穿牆而過了。咁就恭喜你啦，因為你係穿牆而過。下面呢，我就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就是講了，哎呀，張牧師啊，你說起來都是很容易啊，或者張牧師啊，你咁樣講好似好容易喎。好，那我就講講我的見證。咁我同大家分享下我自己嘅見證。因為時間有限，我就簡短地講。我淨係知道時間有限，我就好簡單咁樣同大家分享。我剛開始信主的時候，還沒信主之前，我仲未信耶穌之前，我願意接受神，是因為這個信仰是美的，是善的。我願意接受呢個信仰，因為係呢個信仰係美嘅，係善嘅。但是我還是沒有信主。但係我都仍然係未有信主，因為我就覺得必須還是真的，真善美缺一個都不行。我覺得都仲要係真嘅，因為如果缺乏咗真嘅，都係缺三缺一不可。所以我就堅持你們誰也能夠把這個神請出來，我看見了，我馬上就信。所以我就同嗰啲人講，我話如果你哋邊個能夠將神請出嚟，我睇到神我就會信啦。反正你請不出來，你說什麼我也不信。就如果你請唔到佢出嚟，你講咩我都唔信。那怎麼解決的呢？咁點解決呢？是神幫我解決的，係神幫我解決嘅。為什麼呢？我的母親得了重病，我向神祈禱，求神幫助我我媽媽醒過來，看見我這封信，聽到我的錄音帶。我嘅媽媽重病，所以聽得見嗎？請你再講一遍。我簡單講就是這樣啦，因為我不相信，你們這個神看不見嘛，你們請不出來，說我不信嘛。因為呢個神請唔出嚟，我睇唔到，所以我唔信啦。那後來神用什麼辦法呢？咁後來神用咩辦法呢？我母親得了重病，我媽媽病得好犀利，醫生說沒有藥了，醫生話冇辦法啦，冇得醫啦，只能維生系統，只能夠係有呢個維生系統嚟到係延續生命，也就是我們平常人所說的植物人，就係我哋成日所講嘅植物人。那我寫了封信，咁我寫封信，錄咗錄音帶，
同神禱告，讓我母親醒過來，看到這個信，聽到我的錄音。我就同神禱告話，希望我嘅媽媽能夠係醒過嚟，睇到我嘅錄音，睇到我嘅信，聽到我嘅錄音帶。後來我的信寄到了，我母親醒過來，看見信，聽到錄音了。後來我哋個錄音帶同信都寄到啦，我媽媽醒過嚟，聽到呢個錄音帶，都睇到我封信。所以我心悅誠服的信了主。所以我好心悅誠服嘅嚟到係信咗神。這就是神幫助我過了這一關。呢個就係神幫助我過咗呢一關。1997年的夏天，1997年嘅夏天，神第一次向我發出嚴厲的斥責、欺騙。咁神呢向我發出一個嚴重嘅警告，話我欺騙。他擋住我，佢擋住咗我，不允許我那樣做一個禮拜天的基督徒，那麼再過下去。佢唔容許我再繼續做一個星期日嘅基督徒，咁樣繼續落去。我被驚醒了，我被驚醒了。我聽從了他認真的悔改。我聽從咗神認真嘅悔改，最終成為了他的僕人。最終成為佢嘅僕人。這是神帶領我過了這一關。呢個係神帶領我過咗呢一關。2011年到2021年這10年當中，我4次經歷了重大的疾病。喺2011年到2021年，我呢10年裏邊，我經過咗4次嘅大病。我的信心不動搖，我個信心不動搖，是神讓我安然行過了死蔭的幽谷。係神讓我經過咗安然經過呢個死蔭幽谷，過了這4關，過咗呢4關。神也考察我是不是一個忠心捨己的跟隨者。咁神亦都考察我到底係咪一個忠心捨己嘅跟從者。在我神學院還沒有畢業前1年，喺我仲讀緊神學院未畢業之前嘅1年，教會新來的主任牧師就借教會的退休制度，把我侍奉的道路關閉了。咁我哋教會藉住佢嗰個嘅退休制度，就將我呢個侍奉嘅道路嚟到係關閉咗啦。神在2004年9月16號清晨5點不到，3次呼喚我讀詩篇91篇。喺2004年，神喺呢個清晨嘅時候，神幾次呼喚我要讀詩篇91篇。在詩篇91篇裏邊，他把他的心意向我清楚地顯明了。佢喺詩篇91篇裏邊好清楚將佢嘅心意向我顯明。又是神帶領我過了這一關，又係神帶領我過咗呢一關。那麼最後我講個最近的見證。最後我講一個我最近嘅見證。從去年7月份開始，我就坐骨神經痛就發病。係去年7月份開始咧，我嘅坐骨神經痛咧就開始發病，就成日都痛。一直在做治療，一直咧都喺度做緊治療。但是呢，在11天以前，喺11日之前，我這個病情突然惡化了。我嘅病情突然間又再繼續惡化。惡化到什麼程度呢？惡化到咩程度呢？我從起身痛得不得了。我就起身我都會痛到死。
我要往下坐下來，也痛得不得了。我就係要坐低，我亦都痛到不得了。我走路痛，走路又痛，我睡覺也睡不着，也痛。瞓覺瞓低亦都係痛，瞓唔着。可以簡單地這麼說，可以好簡單地咁樣講，寸步難行啊，就係寸步難移，度日如年啊。度日如年。今天我不是我說本來邱師傅說10點半開始嘛，但是我這個沒辦法啊，我下樓梯，我現幾個月來我都坐那個電椅上下啊，就我的師母要扶着我啊，我推着那個 walker 啊，才能慢慢一步一步地挪動。我呢幾日都係好艱難，我係要坐電動椅上落，或者係 walker 扶住咁先可以行得到。所以我是那個最近一些這個侍奉啊，我都跟教會講，我說我沒有辦法去了。最近有啲教會嘅侍奉，我都同佢哋講話，我冇辦法去到你哋當中啦。但是金色年華邱師母呢，在這個之前呢，邀請我答應了。但係金色年華，因為周師母之前邀請我，所以我答應咗啦。我必須要按照神的教訓，盡心盡性盡意盡力，只要我還能夠，我坐着我也要應該去完成。我就必須要盡心盡意嘅按住神俾我嘅，能夠係去盡力嚟到去完成。我如果按照我的說老實話，如果按照省事的辦法，那我可以跟邱師傅講，我沒辦法，我延期或者取消。但是我覺得我既然還能夠到樓下來坐下來那我還是應該去把它完成。我如果照住我肉體，我甚至可以話俾周師母聽話，我唔講啦。但係我仍然都係盡我力量。我既然能夠係一步步落到去下邊樓下嚟到係坐低嚟到講，我係盡量要完成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們是被神揀選的，我哋都係被神揀選嘅。我們身上是有使命的，我哋身上係有使命嘅。我們能夠承擔嗎？我哋能夠承擔嗎？神就透過那些信仰路上的牆來考察我們。神就透過呢啲我哋人生路上嘅牆嚟到係考察我哋，嚟操練我們，嚟操練我哋。所以在我們信仰的道路上，喺我哋信仰嘅道路上邊，每一個人都會面臨着一個又一個擋住自己的牆。每個人都會面對一啲擋住我哋嘅牆。我們是怎麼樣穿過去的呢？我哋係點樣嚟到係穿過去啦？要回想，要感恩啊！要回想，要感恩。今天你的面前是不是還有什麼牆擋住你呢？今日喺我哋嘅面前係咪仲有啲咩牆嚟到擋住我哋呢？如果有，請不要害怕，不要嘆氣，更不要埋怨。如果有嘅，請你唔好害怕，唔好膽怯，唔好驚，而是要堅定的相信，而係堅定嘅要相信神愛我們，神愛我哋。他這樣做是要逼迫我們去改變，佢咁樣做係要逼使我哋要改變，改變我們內在的生命，改變我哋內在嘅生命。什麼時候改變了？我哋幾時改變，那堵牆就消失了，嗰埲牆就會消失啦。而且我們一定要記住，所以我哋一定要記住，神是一直在幫助我們的，神係一直係會幫助我哋嘅。
好让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生命階段，令到我哋係更加走上一個美好嘅生命。所以呢，我們應當積極面對這些牆，所以我哋應該好積極嘅面對呢啲嘅牆，因為這些牆實實在在就是神化了妝的祝福。因為呢啲牆就係實實在在係神化咗妝嘅祝福俾我哋。好，最後我們一起禱告。最後我哋一齊嚟禱告。慈愛的天父啊，每當我們面對那痛苦之牆的時候，祈求你讓我們全然降服下來，不逃避你的引領，接受你的改變，幫助我們剛強壯膽，穿牆而過，永不停步，直到見你的面。感謝你垂聽眾兒女有聲無聲的禱告，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謝謝，謝謝張牧師，謝謝張牧師。好。